你以為人老咗最甩契表閒勢，樣樣親力親為？錯！你以為60、70歲仲可以自己抬米、自己油強、自己湊孫、自己搞掂成頭家，就叫做好命？大錯特錯！你以為做人做到無使人幫、無使人扶、無使人服侍就使威風？喂大佬，我今日就同你講一句真心話，人到我哋呢個年紀，仲要樣樣自己嚟，無視力是壯居。我話你聽呢個世界最荒謬嘅地方就細。後生嗰陣，你為咗份工可以搏到條命都冇要，供樓養仔、供書教學，老闆愛你。3更半夜返公司，你都照返，磨到膝頭腰骨都殘晒。終於等到退休，理論上細苦緊今來，細屬於你自己。佢時光細應該嘆茶，第世去旅行。瞓到自然醒嘅時候，你居然仲要繼續為低雞毛蒜皮嘅家頭細務，燒到自己一滴油都冇，最後跌一跤入院，仔女先至下到彈起。直一院走廊喊到梨花帶雨，話阿爸你點解冇問人幫手啊？呢一句點解唔問人幫手，世傳香港老人家，聽到最想扯開嗓門鬧返轉頭，係一句廢話。我見過太多，真係太多。深水埗有個陳伯，72歲，一世人做地盤，退咗後都世前冇得。層樓世紀，10年前買落契唐樓，深電梯走6層。佢話由返低牆，換返個冷氣，通返條渠，無使問人做，我自己做就得。老婆看佢，佢話你是滅嘢。個仔看佢，你話你咁工作，唔好煩我。結果1個星期六籌早取企直張直凳，上面由天花板一失重心，成個人跌落嚟，後腦像正張，矮幾溪角。送到伊利沙伯醫院急救咗4個鐘走咗，水個仔食，醫院走廊坐咗成晚，喊到生都沙晒。水話阿爸，你為咗千腳2000文油漆錢，水咗成條命，你抵滅？我當時企直隔離，我望住佢個仔，我心入邊就一句：陳伯啊陳伯，你無世位早千幾2000文，你世無捨得認自己老。你肆無敢面對我無在是當年嘅個後生仔呢個閒事。你以為只要你仲做得，你就仲有用？你以為一停手你就為俾人低低？呢個先至是香港老人家最大嘅悲哀。真正嘅悲哀，無世冇力氣做；而真正嘅悲哀，世明明冇晒力氣，都仲要死撐，生到最後一口氣，生到入棺材吉陣，都仲要交低一句：呢啲嘢我做慣咗，無使人幫。蔡瀾講過一句嘢，我聽到就震一震。佢話：人生下半場，是得偷懶，先至世最高級，急過智慧。呢一句無世叫你懶，無世叫你退，無世叫你成日攤戚張梳化倒滅都無理。隨世話俾你聽，你把力氣有限，你把時間更加有限。你如果講呢低有限嘅，亦全部用嚟做低，隨便問啲人都做得掂嘅。習五跟你就細姜自己下半廠契金光燦爛，還咗做一堆冇，人計得光塵埃。你審下一個70歲嘅人，如果肯放低油強，通渠抬米洗槍呢，低翼姜呢，第時見用嚟同老友食餐好，同老婆遞出世，上山行下，落樓下嘆，翻杯咖啡。第一本佢一直想遞，但冇時間遞概書，佢躲出離蓋，無止世紀局中頭。是幾年壽命，是幾百次微笑，
試幾10次食羊。你話值唔值？如果你聽到呢度，心入面有少少刺痛，冇好吸住宣咗個手機，近個訂閱，因為呢個頻道唔是教你點樣發達，是陪你學事點樣值成反計日子入邊活得有尊嚴，活得照機，活得對得住自己。劉彥媠同我打句，我想為自己活一次，我哋得晒。炮製叔講，我有個朋友姓李，我叫許李太，今年68歲，住九龍城，一個仔一個女仔，籍加拿大，女籍香港，但住港島，個女生，咗個孫女，先2歲。李太由孫女出世嗰日開始，每朝6點半起身，坐2程巴士加1程地鐵，過去港島湊孫，放工時見女婿返到嚟，佢先至可以走，返到九龍城成7點鐘，買餸、煮飯、洗碗、洗衫，一日就間完。李太做咗2年幾，頭髮敗晒，腰痛到粉絕，要赤住粉，膝頭上樓梯行3級就要抖。有一次佢乘地鐵到企到冤低，好彩後生仔扶住佢，假晚隨返到屋企，同老公講：我頂埋順啦。老公話：更你救個女問工人咯。李太嘅答案世傳，香港老媽子最經典嘅一句：唔好啦，工人邊有我揀上心啊，我自己嚟啦。呢一句我自己嚟啦，殺咗幾多香港老媽子？你以為你世無敵？你以為你世阿哨？你以為冇足？你個孫就為俾人苛待？你有冇想過？你倒直到一日，你個女要照顧，你之餘仲要照顧個女娶個家，分分鐘先至細，真正冧樓。你以為你世幫緊仔女，其實你世將自己契老年賣咗俾一個我仲有用契玩絕。呢個玩絕好毒，呢個玩絕令幾多阿婆阿伯戚磨，應該辛苦契年計，繼續辛苦，戚應該享福契時候，繼續俾家頭事，唔磨到冇晒血氣。我唔細叫你唔理仔女，我唔細叫你唔細個孫，我細法你要時得分寸，你要時得幾時抽身，你要時得請人，你要時得話一句今日我跪我唔理，你要時得缸底雜五，外判俾工人，外判俾鐘點，外判俾外賣，外判俾洗衣店。你要講你把緊預契精神留返嚟做，只有你先做到契爺，同你西契人講你西除，同你放無低契爺講生在田，同你自己契心好好講一生對無住。我以前太古代你呢低先至使真正嘅親力親為，其他嘅全部可以偷懶，而偷懶唔是罪，偷懶是智慧。我有另一個朋友姓黃，69歲，住將軍澳，就連終於肯請一個工人姐姐，之前娶死都冇肯，話我一個人住用滅工人借。後嚟佢直赤所滑倒，趴直地下成3個鐘，隔離冇人聽到。爬起身之後，啟再冇牛，工人請返嚟之後，啟每朝瞓到8點半自然醒，行落樓下茶餐廳飲杯熱奶茶，食件多士，回家有人已經開好冷氣，洗好衫，抹好地。佢話俾我聽，阿哥，我而家先知，原來我70歲人4應該跟養過㗎。隨仲加咗一句，我停咗閃咗好耐，原來偷懶咗之後，我先至有心情做反低，有心思契爺。我而家開始學水踩，你信唔信？我當然信，因為呢個世界嘅道理就世間，你日日俾雜五磨到冇晒血氣，你邊有心情審任何有長意、有力趣、有溫度咁嘢？你連自己嘅心細軟細扁都冇知，你點為審到揸支水踩髀？老朋友聽清楚，人到晚年，你唯一應該親力親為契，是你自己契快力。
你自己嘅快樂冇人幫到你，工人幫你抹地，姐姐幫你煮飯，仔女幫你搞銀行手續，但細邊嘅都幫你磨到，去笑一笑，去愛一次，去下一掌，去第多次維港夜景。呢啲嘢只有你自己去做，而你要有力氣先做到。你冇力氣，一切都細價。蔡瀾成日話：人生下半場最緊要係留返力氣，留返力氣做咩？留返力氣去食一滴好嘢，去戲奸一滴好人，去笑一滴好笑話，去審一滴新低契也。留返力氣去諒解一滴你以前嬲到面紅耳赤嘅小事，留返力氣去放低一滴你捉住咗幾十年嘅執念，留返力氣去講一聲你等咗一世都冇敢講過世你。咁呢低嘢全部都要力氣，而力氣細限量供應，用一份少一份。所以你今日仲要親手搬張沙發，你今日仲要爬上爬落抹窗，你今日仲要為咗千幾十蚊去搭幾程車入元朗買平宜，你今日仲要企住個10公斤嘅餸袋由街市行返上8樓。我唔西話你唔可以做，我西話你每做一次呢低業記，你就用左一份，唔應該用識呢度嘅力氣。而呢份力氣本來可以攞嚟同你老婆戚維港邊行1個鐘，可以攞嚟湊個孫女去公園蕩一次秋千，可以攞嚟同你老友戚茶樓爭一個下晝契普爾，可以攞嚟坐戚窗邊望住個太陽落山，審返自己呢一世人，其實都算頂天立地。你揀邊講？我再講一個故事俾你聽。灣仔有一對老夫妻，姓周，周伯80歲，周太77，兩個一齊生活60年。周伯有嚴重高血壓，周太有糖尿，個仔籍英國，1年返1次。兩老一直堅持自己買餸自己煮，話請工人嘥錢，我哋做得嚟。舊年冬天，周太食廚房切菜嗰陣冤咗一冤，跌落地段左盤骨，入院3個月。周伯自己一個人食屋企，連羅碗麵都攞唔到，就間我捉2日。隔離鄰舍發覺冇對路，出門中先發現佢跌直廁所門口，兩老一雞入院。個仔從英國搭最早班機返嚟，企直2張牆中間，隨望住阿爸阿媽，一句話都講唔出。過咗好耐，佢先問阿爸：你哋點解咁多年都冇肯請工人？周伯答：我哋唔想俾你負擔。你個仔就看出嚟，啟話：阿爸，你哋唔肯請工人，千反簡子換文。而家我要嚟返機票、價錢、住宿，我使咗契錢多過你哋一世請工人。更慘嘅是，我而家見到你哋2個粉飾長度，我再得我呢10年賺過低錢，其實一啲意義都冇。呢句話全香港低老人家都應該聽。你以為你為咗千錢細位作仔女，好錯。你以為你辛苦到最後一日是一種美德，錯。你死撐到底嘅代價唔只係你自己嘅健康，仲有仔女嘅眼淚、家人嘅焦慮，以及一種我阿爸阿媽生前受晒苦嘅永久遺憾。有時候你請一個工人姐姐，唔止細為自己，細為咗俾仔女心安。你食一頓好契，住一件舒服契，做一件勁低契衫，唔止細寵自己，細俾仔女知道阿爸阿媽有能力照顧自己，我哋唔使擔心。真正嘅愛冇細咬住牙關撐落去，真正嘅愛細是得放低架子，是得接受幫忙，是得同世界講一句冇街你，我需要人幫。你咁冇敢講呢一句，你唔敢，因為你怕俾人睇低，你怕俾人話娶老啦，娶做唔到啦。但係細路友，你有冇想過
做唔到世好正常嘅。70歲做唔到20歲嘅，嫌冇世恥辱，世天理。你20歲嘅真宗為計，叫自己爬無上術滅。真正嘅恥辱，冇世做無道；真正嘅恥辱，世做無道都要死青，撐到自己臨流，撐到俾親戚朋友、直飯局講，唉，契好死，冇使成日死青，家人叫都叫冇停。你個先照死得唔抵。老友，我今日講嘅嘢可能好離異，我唔使話你以前做錯，我知道我哋呢一代人世直，一個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契時代長大。我哋細個夾陣冇冷氣，冇工人，冇外賣，冇網購。我哋阿媽做飯要生柴火，我哋阿爸做工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。勤力細我哋契信仰，靠自己細我哋契骨氣。呢啲嘢我尊重，但細老友時代無同咗，你無世直。老10年代吉個新界農村，你世直2020年代嘅香港，你身邊有科技、有服務、有一切可以幫你計資源。你冇用，你就私斥到浪費上天俾你嘅福氣；你冇用，你就勢將自己嘅晚年繼續困積老10年代及總苦房入面。我唔使叫你唔勤力，我細話勤力嘅方向要改。後生嘅時候勤力細搏，命轉錢，呢個對；老咗嘅時候勤力細搏，命享受，呢個先然。一個真正聰明嘅老人家，崔維姜60歲之後嘅勤力，全部投放去經營自己嘅心情、自己嘅健康、自己嘅興趣、自己同老伴佢關係、自己同幾個真心朋友佢感情，就呢低先至係值得你親力親為噶嘛。其他嘅買餸叫外賣、洗地請鐘點、收屋請師傅、湊孫叫姐姐、煮飯有速食、洗衫俾洗衣店，通通外判，通通偷懶，通通交出去。外判嘅無視你嘅人格，外判嘅仔細你嘅雜務。而你降低雜務外判之後，你留返嚟嘅嗰份力氣、嗰份心思、嗰份時間，先至係你真正屬於自己嘅資產。我是一個老前輩，姓何，今年85歲。佢話俾我聽，佢50歲，嗰陣已經決定後半世我要做一件事，就細無做，我冇想做契爺。由吉日起，佢家頭事務全部請人做，佢自己就日日行山、寫書法、學笛子、飲茶遞書。而家85歲，行路仲好過我，眼神仲有火，仲是講笑話，笑到我哋一班後生嗰陣好慚愧。我問佢：何伯，你點解可以咁精神？佢話：我將力氣冇亂用。一句嘢值成本書，我將力氣冇亂用。老友，你將力氣，你有冇亂用？你有冇為咗一低根本冇重要嘅，而一低仔女，其時根本冇計得；一低親戚，其時冇留意；一低鄰居，其時冇關心；其家頭時冇到自己冇晒精神。你有冇為咗證明我仲得，將自己嘅晚年硬生生撞到一劃洲？如果有，由今日開始停手，停手無誓認輸，停手誓認清，認清人生下半場期，由世規則同上半場完全無同。上半場世加法，覓都攞多低，覓都做多低，覓都增多低。下半場就係時間法，搣都放清低，搣都放低，低搣都放手低。你時得揀先至是型。蔡瀾成日話一句：人生太短，冇好使更多氣力去做冇意思嘅。依句話簡單，但使好多人到死都無名。如果你今日遞到呢度，恭喜你，你細已經開始明白佢及個人。老在你做一件事，宣咗你手機之前識留言，
豁打一句：我今日開始冇再做鐵人，我係逐個第。因為我知道敢打呢句字嘅人，係真正對自己好嘅人。好，我講最後一個故事。廟街有個阿婆，姓毛，91歲。我幾年前訪問過災每日朝早去街市買一條魚，中午煮飯食，下晝即門口阻住遞人，夜晚遞電視，竟是災陽。我問佢：吳婆，你點解可以間長命？佢話：因為我時得躲懶。我當時笑咗，我以為佢玩嘢。佢接住講：你以為我後生嗰陣冇做過工？我做過洗碗，做過車椅，做過工廠，做過看更。我做到我50歲年，我丈夫走咗，我一個人湊大2個仔。我做到60歲退休吉日，我坐職場邊省，我剩返嘅日子，我無謂再為任何一個人去做餓，無想做雞也。由吉日起，我無煮好，夜被無西我嘅人食，我無幫過我嘅人做嘢，我無理我嘅人計意見，我無審以前計而慳。我經世做3件事：食一餐好，瞓一絕，舒服。第一廠有意思嘅嘢，我做咗40年，我今年91。你話呢個叫無叫躲懶？我當時聽到喉嚨有也頂住，呢種躲懶係一種修為，呢種躲懶係將自己嘅生命重新拎返自己手上。老友，你計生命未你自己嘅，無視屋企嘅，無視仔女嘅，無視孫嘅，無視街坊嘅，更加無視及低已經走，無幾人，無期望嘅。你有傳躲懶，你有傳說我今日無主，你有傳話今個星期我唔湊孫，你有傳中呢啲我做唔到，你哋自己搞掂。你有傳講我要出去玩，屋企低等我返嚟先講。你有傳話我唔想，你講咗天塌唔到落嚟，你講咗仔女為學士自立，你講咗你計斥頭腰股為多用10年，你講咗你先至係一個真正嘅人，而唔係一部靜靜地摸到爛嘅家庭機器。人到晚年，無時得偷懶，無時得躲，無時得放手企人，最後都為俾自己拖到冇次。而時得契人，食茶餐廳嘆一杯熱奶茶，食公園望一次日落，食牆邊植一朵老婆插契花。你低一低都冇扯眼契，片刻取地活成一出世。我哋做人去到最後，冇邊個計得你剝過幾多次槍，洗過幾多次碗，遷過幾多蚊煤氣，冇邊個，連你自己都無謂計得。但是你為計得一個夏天嘅黃溫，你同你老闆坐職為講，邊冇講，亦望住太陽落海，取之手，輕輕碰你之手一下，你疊2個都笑咗。你為計得你孫女第一次起身叫你爺爺，聲音細細啲，成個世界都靜咗。你為計得你同老友直茶樓斟一昆普也，取塔演奏。老友，我哋認識咗50年啦，你哋2個舉起杯，冇前輩就揀人，你低先至是人生，咁低先至值得你留返力氣去經歷。其他係能偷懶就偷懶，能外判就外判，能放低就放低。有一日你為咗斥茶餐廳面前一杯熱奶茶，一碟菠蘿油，你為忽然發覺原來人生最後期光陰並唔係用嚟證明自己仲得，而係用嚟證明你終於肯對自己好，你終於肯坐低，你終於肯嘆氣，你終於肯笑，你終於肯話一句：呢一世人我做夠啦，剩返契日子我要留返俾自己。老友，記住呢句話，人老咗最緊要冇細樣樣自己做到，而細樣樣
自己捨得放低。如果由今日開始，你可以放低一樣困住你本世嘅親力親為，你最想放低嘅細邊一樣，留言話我知，我等你。